一部充滿80年代魂嘅降噪耳機，由瑞典音響工程團隊設計，就係呢部 Mondo ANC Headphones。佢唔單止靚仔，仲擁有4段降噪模式任你轉，無論喺街、辦公室、車廂都可以一鍵帶你去寧靜世界。全機設有6D 麥克風，提高到出色嘅降噪。打電話同對方講嘢，你把聲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最正嘅係佢有4款配色，透明版睇到內裏精細嘅零件。石墨版就採用咗獨特嘅防汗泥布料，米灰色同黑色簡潔得嚟就夠晒酷。當中採用嘅磁吸式耳罩設計，日後可以俾大家選購唔同嘅物料。想聽 pop music、hip hop 或者唔同嘅音樂細節，一裝一插就係咁簡單。耳機裏面採用咗40mm 納米生物振膜單元，加埋藍牙6.0穩定連接，一次充電仲可以用到55個鐘，係55個鐘啦！你仲可以用埋 Mondo App 自己調整專屬嘅 EQ， 中意咩3 profile 都得。機身旋鈕、滑桿加埋復古嘅金屬設計，令到80年代風格回歸。如果你都覺得啲耳機成日撞樣，又想要真降噪體驗嘅話，Mondo ANC Headphone 只係1000零蚊嘅價位，絕對係值得一試。唔知大家出街又會點樣襯呢款咁多特色嘅耳機呢？記得留言同大家分享下。